欢迎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，突破困境，为家乡找出路。来看新北市三峡的地方创新进行式。三峡位于湘北市的边境，不管是资源，也或是各项的补助，拢甲大都市袂比例。所以有在地青年回乡来成立社会企业，干乐文创，照顾家乡的弱势孩童，间接培育人才。同时，嘛积极来推动会当保留在地文化的创新产业，希望会当互少年人留伫家乡。这套特殊的创新系统，结合着真侪人的力量，是毋是会当成功来反转三峡为边境小镇找到生机呢？台湾的地方创新，经过2019进入2020，佮面临什么款的困境呢？要安怎来突破呢？做伙来看。宜阮古朴的红砖街区乡委的祖师爷庙菜地遮镇守农地，潺潺的河水替这增加恬静清幽的韵味，这是新北市三峡独有的古城风貌。下课了，学生赶紧要转去，抑过有的囡仔目的地却是真无共款。这是小草书屋由三峡在地社会企业干乐文创成立，就是孩童的陪伴基地。2年前11岁交会读国小5年啊，今摆已经读国中啊，希望逐工来书屋报道。采访这一天，囡仔正伫咧上北管课10外的大细汉囡仔伫遮演奏传统音乐，互因对地方产生情感的连结。为课外辅导到学习各种的技能，10外冬来超过160外的囡仔伫遮得到爱甲关怀，度过成长的岁月。来学了英文课，然后北管，然后乐器很多。我学到了，可以自己努力向方向前进。记忆上的东西是上国中之后才会学到的，像是美法跟咖啡之类的。之后去高职、高中都会有很大的帮助，因为比较容易就是找到自己想要干嘛。除了小草书屋，甘乐文创嘛成立职能学院。拜日即天从事烘焙课，因甲三峡当地各种合作，互囡仔有这个机会对专家学功夫，培育地方人才。未少囡仔大汉了后嘛，选择留伫家乡就业，立足生根。人慢慢的会回流，那未来我们需要的人才，也就是慢慢的培养出来。比如说我们在社区里面，未来小草书屋的老师，也可能是我们自己带上来的孩子。而现在在职能学院学技术的学生，在3年后他有技术了，他也可以当助教，然后带给后面的学弟学妹。怎么样把所有社会设计这样的一个概念、群众参与概念带到公共里面？伊是36岁林俊成，离乡背井10外冬，伫家族的事业拄着危机的时，转来到三峡。伊看到地方的困难，2010年，伊成立甘乐文创，全力要改变家乡，将72年的旧病院改做团队的基地，合适自拢，汇集人才，一步一步执行脑海中家乡创新的美好蓝图。而且要有专家的工作室来遮开。
传统的手工女布、精巧的木雕甲金工技术，拢是三业在地几代传承的功夫。因为会晓的人、老啊学的人不真少，三业面临凋零。林志成带团队用创新的思维协助传统产业转型，提这专家创立品牌，并且透过行销，有适用的产业再度出现生机。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是可以发展的，比方说我们今年就跟三峡农会在合作，因为三峡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就是碧螺春绿茶。那我们是不是有机会把三峡的碧螺春绿茶打造成台湾版的宇治抹茶？大家介绍呢是一个河西聚落的前世今生，在这里有没有看到有一块牌子？那边有块木板，写着“爱医院”。看到三级的改变，工作机会增加，自然就吸引少年人回去故乡。35岁陈碧安2年前决定离开媒体产业，重回家乡。在屏幕后面的这个，其实一直对三峡这个地方呢是有个情感在的。那我后来也有感于说，我一直在10几年在外地都在讲别人的故事，那也看完了台湾一圈之后，你就发现，其实还是自己的故乡最好。神庙的透雕石柱堪称镇店之宝，尤其正殿前的3对石柱，雕刻工法最为精湛。其中百鸟朝眉柱，原来将地方的文化底味搁发挥到极限，顺应科技潮流，日本落地岛的出水池提供农场的主人翻译机推广观光、监督文创，这是将 AI 机器人系统结合三业在地旅游。到这边就可以直接更深入的了解，就不再只是纸本，然后它同时还有带入闯关的功能，然后还可以拍照，就是有很多互动的东西。旧厝改造的店铺内，伫卖专家的手艺甲囡仔的作品，为发展国民上的可能性，再实践社会串联，达到良好的循环。一套三业特有的创新模式正在形成。那未来可能还包含到社区的长者啊，比如说我们有跟青银共创啦，或者是让社区退休的长辈也很有活力的时候，也能够持续参与这些工作。甚至于是阿公阿嬷跟孩子一起共学，那未来再把这个社区支持系统复制到其他的乡村。原本被认为逐渐没落的三峡区，在地文化跟特色都相当鲜明。近年来，因为地方团体的努力，加上北大特区等生活圈逐渐形成，让这里变得更加活络。而根据新北市政府的统计资料，以2017年到2019年近3年来看，三峡区的人口跟户数都呈现平均成长的趋势，每年维持至少500人甚至上千人的人口成长。三业区当年差不多4、5千人搬入来，比搬出去的人较济。外来人口增加，和三业连续变成都市边的大火炉。要不在地要安怎建立共识？这是因正来找出解决方法的难题。三峡现在缺的就是在地的共识，就是在地居民，也包含到移居到三峡来居住的居民，他对这个地方的共识，然后对于这个地方的情感的认同。是不是能够提升？那这会需要有一段时间，需要好好的来努力。不止三峡，甚至整个台湾，大家应该要多去了解自己住的这块土地。2019年，地方创新这门必修课经过1年的试验，为小城开始发展，为是由原理走错方向。国土会主委陈美玲点出，认知落差依然是关键问题。还是有一些认知上面的落差，还是有很多的乡镇市区以为地方创生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的补助计划，我们不是用计划去引导你地方的发展，我们是希望能够由下而上的，请地方先看清楚自己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。城镇的再生出现问题，台湾偏乡小镇要行出活路，又搁欠什么？农委法规将地方发展白条例，甲日本比较起来，企业伫创新的初期就全力的投入，台湾的企业真明显要搁加紧脚步。在谈地方创生的时候，它本来就应该是先把一些法规调试好，建构一个友善的环境，再来推动这些政策。那反而是做了之后，才回头去修法规，但是我们又常常看到是有些法规在修改的时候又裹足不前，推动不了。
我觉得还是必须要更通盘的来检视，然后调整。过去他们CSR 比较偏向的都是对于慈善事业的扶植这样，那对于这种所谓的比较是生产企业，他们比较少去接触。可是地方创生、地方发展起来，它其实就是个公益。那这个我们要去引导他们，一定会把这个部分列为工作的重点。在地创新才有法度向内定根，要过协力合作不足，会限制台湾地方创新的范围。在第一年所看到，大部分都是以单打独斗居多。那地方创生要能够成功，一定要很多人聚集起来，从学术界也好，从政府部门，那从这个民间的社团一起来推动这样的一个事情。华视新闻杂志采访团队一年外来，经过一个一个美丽城镇，远深入台南，去到彰化甲宜兰，嘛去过高雄，并且行入新北市贡寮甲三剑，远看到落伍的城镇发展的困难，嘛感受到严硬甲生命力，更看到改变的机会。虽然台湾创新之路依然充满挑战，不过小城的改变只嘛是进行中，嘛会使打造出地方的奇迹。2020年抢救家乡，又该应该安怎突围，是你我必须共同承担的重要课题。在这条路上，还是应该是莫忘初衷，在有能力或有资源的情况之下，应该要对台湾有更多的贡献。我们相信，就是凭我们这股傻劲，就是做就对了。